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最近的菜有较贵，因为进前的风台是一个刷一个，但国内的菜市价销一直拢无落。亲像即马伫台北的菜市啊，买一粒高丽菜差不多要200，啊，另外卡马豆、大东啊、番姜啊，一斤挂价嘛拢已经超过100二。农粮署是表示讲，有可能要等到后个月菜才会较俗。还有需要什么来看看呢？菜市仔内菜单啊顶面各种菜色满满是，和以早随来随尾无共。即马真侪民众伫买菜之前，拢爱先问介绍才认钱。是很贵啊，以前最便宜的时候一颗到几十块，现在100-200块啊，那现在还买不起啦。你只要是高山的那个尖尖那种，就是200多这样。他们很厉害了，你看，我刚才讲买2个玉米就170，要吓人。感觉菜色变贵，真侪人唔是减买，就是规气买买。因为台北市市场高丽菜小卖一大斤大概是120到160块，等于一粒高丽菜至少要200块。连逐工开市做生意的菜贩啊，嘛直直讲菜色批发变贵，希望菜价会当赶紧回稳。今年很贵啊，我们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菜啊。那这样会不会不好卖啊？不会啊，因为我的客人是固定的客人。另外点心蛋、包水饺也是真饺拢爱用的高丽菜，还到汤丝仔菜这寡菜色价钱也阁真悬。业者惊起价，人客也走了了，只有眼睛做生意。成本各方面就比较贵一点，像菜的部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买啊，没办法。我们水饺也不可能说今天卖这个价，明天卖那个价，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都很难获利，几乎都是在赔钱。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资料，24个菜色批发总会介绍，大粒토마토和乌骨仔每公斤是120，大东啊是150，香蕉啊是140。葱啊破200块，显示最近的菜价直直冲悬，互真侪民众记载袂掉，拢咧想讲，当时菜价才会落冷。台风可能造成在当地的那些农产品的品质下降，后面包括我们平地的这个一些蔬果陆续在上市了，所以价格上目前大概已经比较趋向平稳了。农粮署有讲，后个月开始菜色的产量增加，又阁无风台来乱，菜色的价销波动会慢慢变冷。民众就免阁开遐侪钱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